83岁年事已高，曾国渠老先生依旧习惯凡事自己动手。童年里看着阿婆做草鞋，回忆的情景，村子里只有曾国渠还记得步骤。古老的老器具，草鞋凳、草鞋爬，身上绑的草鞋腰，年轻人大概都没见过吧差不多200年了。老人家手上保留着即将失传的传统技艺，有大学请他去授课，社区居民也边看边学。没有人会做啊，你看都是。目前没有人会做啊。不学啊。学校根本没好看。明星工作我去做老师啊。他走路的时候，你会滑的地方，就是要靠这个草鞋，不会滑倒。古时候传下5000年传下来的，做工的人都是要穿这个。在你一言我一语间，曾国渠手中的稻杆编织渐渐看出鞋形，复杂的构图全在他脑袋里。做东西要专心，莫分心。要专心，不分心，爱专心，不好分心。以前务农的本事可以转变成创作，一群长者同心协力，玩出客家庄社区的稻草艺术，编出大水牛巨型的装置作品。这一头拿稻杆打绳子，开始。草绳就这么完成了，仿佛回到童年时代。快点！朴实快乐的氛围引人动心。草鞋、草编、草绳，在新埔客家庄带出社区新的生命力。爱专心，唔好分心；爱专心，唔好分心。